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聊斜杠，我是依晨儿。上一集我们邀请到钟琪担任我们的特别来宾，并且谈到他对于闽南语歌曲的热爱。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要开始有一些网友的提问咯。来，欢迎钟琪。Hello， 大家好，我终于可以讲话了。我刚刚一直蠢蠢欲动，而且我们1、2、3集都没有 NG 过，然后第4集就开始 KK。对，是不是脑雾？对，累的关系。那我们直接那个吧，收工。咔咔咔。好，没有 OK。来，这一集粉丝提问哦，来，我们这个王先生，好，王先生这样好像卖药膏。王先生说，哈，有没有遇过变态粉丝？来，我吗？还是你妈？你本人 ，Not your mother， 哈。这样算变态吗？就是可能我音乐会，然后结束，就是那时候我跟经纪人都要回家，然后就一群人围在那个场地外面。然后就说可以拍照吗？我说可以啊，可以。可是因为我那时候的那个经纪人，他不太喜欢私底下太多接触，然后我就觉得没关系啊，拍照没关系，亲民一点，对。但是那个经纪人就一直挡，然后后来，我就说好拍一张哦，然后那个经纪人就追着拍一张，我们就要走了，然后我们就拍完一张。结果后来他们就一群大概4、5个男生一直跟，因为那时候我们要走到捷运站，然后他们就一直跟在旁边，一直跟在后面。是，然后是后来我们刚好有几个工作人员比较魁梧嘛，对，然后是把他们挡掉，不然他们是一路跟。然后其中一个粉丝那时候好像有推轮椅。对，然后就一直有摸我的手这样子，对，但是那个轮椅后来发现好像是假的。那他们年纪大概多大？跟我差不多。对，蛮特殊的。因为后来那个坐轮椅的粉丝好像有站起来。对，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坐轮椅。很荒谬而且我觉得外场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像是我的虽然表演经验不多啦，但我以前去过那种类似中秋晚会那种。就是闽南语歌手都会去那种庙会的表演，对。然后一下舞台呢，好，因为那种通常比较不会有那种可能专门属于艺人的空间，很多其实来宾啊外宾他们是很容易进入那些休息的空间的，然后就有那个男生哦，然后我觉得应该年纪跟我差不多，就高中大学，然后就一直靠近我，然后用一个很变态的眼神，然后看着我，然后都不讲话。我说，需要拍照吗？还是说需要签名吗之类的，就是一般我们的这个问法嘛，就他都不讲，就一直看着我，就很恶心。然后结果之后呢，隔几个月中间我都不知道是不是都没有消息什么的。隔几个月呢，他就传讯息，因为那个头贴我认得嘛，结果他就说呢，他平常都看着我做那件事情，就是发泄男性的生理的欲望。这个还蛮夸张的，很恶心，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性幻想是对，而且我觉得说，如果今天当然就是人会有这种性欲什么是很正常的，你要对于歌手怎么样性幻想，其实你自己知道，我觉得你跟别人讲，你只是会造成别人很不舒服、恶心的那种行为。这是他跟本人讲，还蛮厉害的。对，而且他是想要换得什么，就你下面卡小，他要换得你的 body 不要来，青春的肉体。我不爱，来，我几咖喱。来，第2题来哈，他这个问说哈，粉丝提问哦，说你的这个皮肤状态很好哈，那是平时是怎么样保养的呢？我擦超多油，其实我原本皮肤是干性皮肤，我每次都被化妆师念。然后他就说你要多喝水啊，你就是不喝水，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多喝水，然后擦油，我擦很油的，就是可以直接拿来擦头发那种油，然后就擦我的脖子啊，全身都擦，是对，然后擦完就擦保湿乳液，我超注重保湿，然后不知不觉肤况就变很好。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吃很清淡饮食也有关系，对我都吃沙拉，然后一些大家觉得不是很好吃的东西，但是吃习惯就会觉得其实还蛮对身体状况整体都很好，对精神啊，不只是肤质哦，各种状态。而且刚刚那个钟琪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干性？原本它的肌肤是干性肌肤，所以假如说你是那种油性肌肤会长痘痘的，你就不要擦油，拜对，会托更。惨。所以不要被骗哦。来不是被骗啦，不要误解哦。来要小心哦。好，但是对于这种干性肌肤，真的我们平常要多注重保养。其实它那个步骤也不会很繁琐啦，哈。很简单嘞，就是我护护雷的后啊。对对对，护护雷，你要解释一下什么意思？护护快速的讲擦一擦吗？快速擦拭，快速擦拭，反正就是有一个台语的那种词汇都有那种画面感。对，你不觉得很生动吗？对啊，这是国语没有的一个迹象哈。那再来还有粉丝有提问说，面对酸民说你发音不好，那这部分我们刚刚上一集已经有刚好有讲到这部分，好，那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好，那感谢以上粉丝们的提问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下一个 part。好，那其实如果大家观察中期历年发行的一些作品呢，其实会发现除了这个康翠西的台语专辑，好像有一些比较零星的国语歌曲。那我们这些国语歌曲呢，它跟台语歌曲的那个出发点有什么不一样，以及那个制作模式，想要从背后了解一下它的差别。我那时候我就很老实的说，我前面那几首零星的中文歌是跟上一间，那是额外的制作公司来找我合作，因为他们有很多歌需要歌手帮忙唱，是，然后他们那时候就不知道在哪个比赛看到我，然后就问我可不可以去当他们去参加他们这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就签了一个约，就是在一个期限内要帮我们发几首歌这样子。然后就那时候就很多老师写很多词曲已经好的，他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他们喜欢的声音，去看看可不可以让某一些歌更火，或者是把一些歌，我说火会不会被你的酸民被酸民骂，说你怎么可以讲火？谁敢骂？我们两个歌好，敢骂啊！只是现在讲话都混在一起。Anyway， 那时候是跟制作公司合作的案子，然后他们喜欢我的声音，所以我就去唱。那他那都不是我的创作，都是其他老师的创作。是，所以包含切半的圆吗？是的，还有你对啊，小鹿撞又撞。对对对，好，那再配上上述的歌曲，自己写的，好跟别的老师写的歌曲由你来诠释，那个差异在哪里啊？非常大，因为今天自己的创作，你可以非常的有灵魂出发，所以你完全知道出发点是什么。是，可是今天当另外一首歌不是自己写的时候，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功课，去揣摩。就像当演员一样，你收到一个剧本，假如今天这是你的故事，你一定简单很多。但如果今天你要融入，比如说今天请你演一个精神分裂状况的病患好了。那你如果当下本身自己就是精神病患，你一定很能体会那个感受。对对对。可是当你今天不是，你就要去揣摩。所以我在唱《小鹿撞又撞》跟《切半的圆》的时候，我是一直反复的用我以前相似的经历去带入，我才有办法录。但我自己的歌完全不需要。是，你就算给我一道新的编曲，我都能马上变出一个由灵魂出发的全新版本，因为是我们自己。是，而且刚刚钟琪提到一点给予新的一个编曲那就让我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在录《康翠西》这一张专辑的时候，还蛮特别的听说编曲出来，是不是制作老师不想让你先听到？对啊，对。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安排呢？因为制作老师很厉害，崇英老师他发现我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不算是需要一直练习的歌手，我是非常感觉派的，就是你给我一个东西，我每次的呈现都不一样，是，所以他会觉得说，反而一个东西让我一直听，我就没有刺激，没有新鲜感，对，然后就会变得理所当然的。是，但当今天那个刺激感一来，刺激到我某个心理的点，我就会觉得哇 ，My goodness， 我整个人是充满那个活力的，我真的是可以在麦克风前面跺脚啊、跳跃，然后尖叫，跟老师说 ：“Oh my god， 这个编剧我全身都起感觉了。”就在听到的当下，而且是立刻当天录音的时候立马听到的那个时候，全新版本我就会很雀跃。哇塞！而且呢，我们这个编曲师非常厉害，以佳嘛，对不对？对他虽然过往没有非常多作品的累积，但是很特殊的，他却在这一次的专辑担任非常重要的灵魂角色，而且每一次的编曲堪称百发百中。而且钟琪有提到他原本的 demo 以为无法超越了，结果大大超越啊！
是的，所以就知道我们这个编曲以及制作的这个功力有多高深啊！是，而且钟琪有提到，他不是一个非常需要反复练习的一个歌者，其实跟易成儿就有很大的差别。像易成儿的歌词他永远都是很多的笔记，然后把它标示出来。哦，你是这样？对，我等于是我虽然说歌曲都是我写的，我知道怎么诠释，但是我都会很多的笔记，这边要怎么唱。演员不是都是笔记？对，包括那种 vocal fry。就是 ，Oh my god！ 我不知道我以为你是感觉派。没有，我非常的，但是我最近有比较迈向感觉派，因为有时候呢，我上一张的专辑就是比较偏向说我要做很多的设计，但是发现说其实有点放不开，所以其实也等于是经由你给我提供的一些资讯，我就觉得说，就是还是要跟别人多多学习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练习，还是要有一些按照我们的笔记去走，但是更多的我们可以选择把自己放开一点，没有那么多的束缚，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的灵魂就是最好说故事的一个方式在这样子。好，那再来呢，提到近期呢，其实有一个外场的表演，是跟这个音乐季有关的，那个是这个是很棒，我那时候我非常的开心，是公司帮我接到的案子，然后是嘉义靠山发浪音乐季，也是他们第一届，我是非常荣幸可以参与到他们第一届的演出。是，对。那这个演出蛮特别的它是用一个 live band 的形式它并不是像我们一般的表演演出，可能就我们这个卡啦，然后放下去，然后就把它这样播放那而且他很用心前期还有练团，对不对？那与这些乐手老师练团的过程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我每一次都觉得，我为什么要写这么难的歌？我觉得好难，是真的啊！我怎么办？我也是罪魁祸首。对，我是一直在心里说，哇靠，为什么要这样子整我？因为真的很难唱。然后那时候，就是主办单位有一直说，中期可能要麻烦你们早一点给我们你们的谱啊，然后包括什么音档，然后先给我们。他说，因为你的歌必须要多一点时间给乐手老师练习，是对，而且里面其实有些乐手老师都有参与这次专辑的制作。然后他们说，真的假的？你要叫我弹现场吗？所以我才觉得乐手老师非常厉害，因为他里面太多自由拍了，对，他是非常自由的。然后包括鼓手老师也是要灵机应变非常的快，而且我唱现场每次都不一样，所以每个老师超厉害，他们大家都在抓我的 tempo。对，但其实有时候歌手就是跟着彼此的一个呼吸，我常常不太喜欢用跟着节拍这两个字去走，反而比较喜欢是跟着呼吸。对，有时候我们跟着乐器的那个韵律感去走，心里不是算那种拍子什么1、2、3、4，好像很多人学歌都是这样1、2、3、4这样，但反而是我们是跟着那个韵律感去走，跟着乐手的那个感觉去走。对，好，那那个音乐季等于是带给你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感受，对不对？非常，因为老师完全是赋予，他跟我们专辑的能量是不一样。我们专辑是录好，然后乐手老师录进去，搬来已经完整的。可是因为 live band 有非常多的不可抗拒的因素，对，不可抗拒的因素，或者是你可能会有突发状况，但那也是最有趣的部分。我就是好享受那些，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刺激跟新鲜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些融入在我的音乐里，我就会觉得我充满能量跟活力。哇塞！而且我其实小时候我很讨厌那种可能麦克风出问题，或者是旁边的人音弹错，乐手，因为我以前高中热音社，但是我现在非常喜欢那些非常真实的环节，对，我反而可以借由麦克风坏掉跟大家互动，或者是大家会哄堂大笑，那些东西是专辑不可能发生的。对，尤其我们现在专辑可以经由很多的修音，是的，后置，这个也不需要避讳让大家知道啊，因为这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是有经过很多后期的调整，好去做制作这样子哈。那当然中期呢，除了他的这个专辑的表现外呢，还有一项非常亮眼的表现，也是从在发专辑之前就开始经营许久的台语改编。好，那台语改编从一开始在 YouTube 上面，好，慢慢到现在比较转移到那个 TikTok， 是不是？好，那这个平台的转移，我们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会有一个出现这样平台转移的趋势呢？然后我老实说，就是 TikTok 找我而已，没有啦，但是。
趋势大家有知道说有没有从长影片开始慢慢蜕变到短影片？因为科技的发达，现在大家越喜欢短影片的视对，因为频。不喜欢花太多时间在同一个视频上面。但你有没有发现，短影片反而让乐听人花更多时间看一堆影片？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骗术。短影片呢，它就是告诉你很短哦，很快就可以看完，但你反而一则完下一则。没错，我最近好上瘾一个巴西的一个肌肉男，你应该知道。你有传给我？哇哦，他真的是上瘾到一个无极致哎！我真的是狂滑，然后他每个影片都大概30秒，然后你就看到一个肌肉男在那边跳舞。但是30秒加总下来，你就是花了看了3个小时，都在看他摇屁股。没错，所以当然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多关注钟琪啦，只是我们就是了解那个背后的一个趋势，像是现在你在 TikTok 上面的翻唱影片，就是可能副歌一段，它就是影片了。但以前在 YouTube 上面呢，它可能就是一首比较完整的歌，包含你的这个代表作，虽然你不太想提及它。哪一首啊？兜圈。是不是啊？真的，你真的很懂我，因为大家一直提，我说哇，要兜多久啊？已经兜好几年了啦。但是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对于歌手来讲还蛮有趣的，当你没有代表作的时候，你就会很渴望有一首代表作。但是当你被定义了，可能大家讲到钟琪就想到兜圈，这个时候你就会说，可以不要再兜了吗？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歌啊，那是林宥嘉老师的歌哎。有道理。对，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不是立波狗段是兜圈，那是人家的创作哎。有没有听到？你无孤单，给我去多听啊！而且你无孤单的那个 MV 其实是很感人的。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你无孤单的 MV。当时在安排这个 MV，因为有经过一些开会的过程，是怎么样设定到接下来的剧情？因为其实我老实讲，我觉得 MV 的出发点跟我们当时候创作这首歌的出发点其实是不太同一个方向的。只是那时候呢，我们故意把这首歌拿给导演。拿给一个很年轻的导演，是导演叫刘瑞斌，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导演，新生代导演。然后他听不太懂台语，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大陆跟南非那边的人，所以他是算蛮国际化的一个小孩子。对，所以我们就故意拿台语的东西，因为我们就是实验性专辑，我们想要各式创新，所以我们才会找很新很年轻的导演，然后来去体验看看他，在他不是很理解这个语言的情况下，这首歌给他什么感觉？对，然后他给出了一个剧本，我们觉得我觉得是有 touch 到我的，因为我身边有非常多这样子的故事，我自己也有非常多的 gay 蜜，所以我很能理解灵魂装错身体的感觉。好，我们简述一下这一首《你无孤单》的那个 MV， 其实就在讲说灵魂装错身体，一个男生，然后他等于是走到生命的尽头，当时就是生病的关系，他才决定要忠于自己的内心，然后要做自己的一个故事。好，那这个《你无孤单》的 MV 非常的感人哦。那当然你也有扮演这个学生时期的装扮，对，那个短发是假发，对不对？超假，对，但是大家很努力的看得出来是短发哈。不是啊，也只能是那个啊，也只能是假发。对啊，只能是假发。我们大家剧组人员为了塞那个化妆师为了塞那个头发，塞得很辛苦。对，因为你的头发本身是长的，非常长，然后要把它塞进去，所以很厉害，可以塞到这样。但意外发现短发蛮可爱的，那是我国中的样子，一模一样。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开启，还是你本来就知道自己有演戏的天分？在 MV 的拍摄的时候，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在更年轻的时候啦，我24岁，刚还没完全入行，我有去参加电影班，然后有演过微电影。其实我那时候是没有排斥接触戏剧的，但后来我就觉得我还是专心唱歌好了，因为总觉得好像还是更喜欢唱歌一点。是，但是也从 MV 看到你的那个细腻的演技啦，好，包含与人家互动的一个非常开朗的过程，然后转瞬而变成内心可能对于朋友要离世的一种焦躁不安以及沮丧的心情、遗憾等等的，到后来的一个释怀，其实那个心境的转变，我们也可以从你的演技中可以看出来，所以觉得是这个灯。对啊，现在是我讲错了什么吗？对，我们的录画，他在帮你给效果，是不是？我们录音室的灯突然那竟然转化成这个灯光了，变平了。就来讲下一部 MV，真的真的